一碗锅烧意面，一碗沙巴鱼肚糜，还佫有鱼头，看到就要互人流喙烂。这是府城在地画家欧文钦的作品，伊用油画画出台南在地美食，呈现出来的作品真实。亲像即个柑仔米的色水无够红，现场买一盘柑仔米，一边看一边画，还佫有小食单的盘仔，到桌仔顶的蓝山，每一个细节拢毋放过。也毋过恁敢知影，侯文钦的画工是伫咧网络学的。因为我现在开始为什么会开始这个系列呢？就是因为渔夫的关系，我买了一本他的书，然后到上网看他 YouTube， 发觉这个题材不错，而且他那个讲得很有趣，我自己来试看看。伊的第一包画是牛肉汤，因为拢是现场一边食一边画，为着无要搅了店家，通常拢爱赶紧甲画好了。我在画，我差不多不会超过1小时啊，通常30分钟也有更短的。好像他们老板在快炒，他在那边快炒，我也在那边炒，然后在现场快炒，边吃边画。跟着我老公去画画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幸福，因为一直吃到才知道台南是这么美丽的城市，然后这么有朝气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来台南？原来有那么多的小吃，根本就是你可以来 N 次，而且台南真的是充满了活力。这摆边吃边画展览伫台南无缘公会堂展出，这摆总共展出428摆，其中48个店家因为疫情也是无落就消失。这会当互美食封存伫咧画作当中。想要来一撮府城美食旅游的民众，会当伫8月22号进前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